好，看到這回這大問題，互人甲判刑，民眾黨的主席黃國昌是來發出全國動員令，要去凱道來遊行討一個公道。根據這選罷法的規定呢，大問題互人已經判超過10檔啊，外界普遍是認為講，這已經無通好在2028年的時陣出來閣選總統。因那內政部長劉世芳伊是表示講，着愛等到專案定案才知影，無然一切攏會照規定來辦理。將民眾黨主席郭文哲一審判決出來，重判17檔，褫奪公權6檔，專案猶過當上訴。不過郭文哲強調，家己無道理嘛袂烏西，京華社案早就已經變作是寫好的政治劇本佇咧收煞。民眾黨是正式發出全國動員令，招支持者佇咧3月29這天去凱達格蘭大道做回抗議。台灣民眾黨全國總動員，329上凱道討公道。我們要討的不是柯文哲一個人的公道，我們要討的是台灣司法制度應該有的公平正義。中國國台辦說是甲郭文哲這個案件烏煙，批評大政府是操弄司法、壓迫無共的政治立場，實行綠色恐怖。陸委會嘛強勢回應：中國大陸是一個集權專制的政權。他們沒有資格對台灣說三道四、指指點點。因為一審判決刑度超過10檔，外界判斷郭文哲已經甲2028總統大選無緣啊。內政部長劉世芳表示，定案這是一世人攏袂使參選，一直到後一擺正副總統登記參選進前，若是法院有無同的判決，內政部攏會依照相關的規定來辦理。按照我們的總統副總統的選罷法。如果貪污治罪條例有確定是10年以上，要最後定驗的時候呢，才是終身不得參選。但是目前為止呢，這個還沒有發生。郭文哲起用重判了後，暗時嘛去經國民黨立委蔡正元引導，因為蔡正元涉嫌3重案，起用判3年6個月定案。27去台北地檢署這篇科報道，館長陳之漢嘛到場応演。蔡正元表示，會用燦爛的笑容迎接所有政治敵人的打壓，希望大家會當鬥陣拍拼。互那白合會當執政一擺，這是伊最後的政治心願。記者綜合報道。